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，但是我真正知道耶稣的时候是26岁，因为我知道主他接纳我这个不完全的人。我认罪，我悔改，我听见主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，我一样爱你。孩子，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，我依然爱你。”于是我放下我自己的伪装，我放下我自己好像四目的威严，我放下我自己的身份，我只是天父的孩子。他代替了你跟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流出宝血，为了我这个罪人。你们的后面。